錢大媽上市，值得留意的幾個數字。錢大媽的上市不只是資本市場的一則新聞，更像是一場數字的交響。這些數字背後既有掌聲，也有暗湧。第一個數字2938，截至2025年9月底，錢大媽在全國擁有2938家門店，其中2898家是加盟店。這個龐大的網絡讓她成為中國社區生鮮零售的巨人，但加盟比例高達90%以上，意味着品牌的命脈握在加盟商手裏。換句話說，錢大媽的帝國是用別人的錢搭建的，光鮮卻也脆弱。第二個數字148， 2024年商品交易總額 GMV 達到148億元人民幣，連續5年穩坐行業第一，這是他的高光時刻。但問題是 GMV 只是流水，不是淨水。流水再大，如果最後流進的是虧損池塘，那麼這場盛宴就可能變成一場空歡喜。第三個數字2.88， 2024年純利2.88億元，同比增長超過70%。這個數字像煙火般耀眼，讓人看到盈利能力的可能性。但煙火的特點是什麼？短暫。到了2025年前3季度，這個正數就翻成了負數。第四個數字117， 2023年收入117.44億元，2024年僅增至117.88億元，增幅不足0.5%。這個停滯的數字提醒人們，規模並不等於持續增長。錢大媽的故事或許更像一場原地踏步的舞蹈。第五個數字負2.88， 2025年前3季度，錢大媽錄得淨虧損2.88億元，淨利率跌至負3.4%。這個負數像冷風般吹醒投資人，上市不是保證成功，而是放大鏡，光亮會更亮，裂縫也會更深。錢大媽的上市既是煙火，也是鏡子。它照見了中國社區零售的巨大潛力，也映出了加盟模式的隱憂。這些數字既是舞台的掌聲，也是潛藏的裂縫。資本市場的觀眾或許會先鼓掌，但下一刻也可能開始問：這場戲能演多久？免責聲明：本文僅基於公開資料與媒體報道進行整理與評論，旨在提供讀者參考與思考，不構成任何投資建議或法律意見。讀者如需作出投資或商業決策，請自行判斷並諮詢專業人士。